金钟最嘅日日报道来看到，客家电视台嘅喜劇節目《阿婆嘅哈林羊》，還有迷你劇集《日光天堂》，兩個女主角鄧家甜還有周子瑩，用佢哋東好嘅表演技巧來詮釋無窮款嘅客家性。同按到嘅喜劇節目之外，係受到今年電視金鐘獎入圍肯定，分別係入圍喜劇節目還有迷你劇集類嘅最佳女主角獎。未展現出客家性感動人嘅魅力。我怎麼會在這裡啊？我爸比呢？不要我啦！你爸爸飛台北，他要上班無閒，要你留這裡。阿婆嘅哈林羊劇情係講，一直喺地花蓮種下嘅阿婆，有一擺機會做對同孫嘅日日相處，未帶出落一堆人，希望將客家傳統文化傳播新人嘅想法。阿婆，嘿，這個三哥是什麼意思啊？意思就係講吼，人做人聽錯愛行好。這個阿婆蠻守舊，她希望她手上會的東西，客家所有應該有的禮俗，應該要保存下來的。那他希望能夠保存下來，所以當小孩子過來了，跟他有好的互動之後，他就慢慢教他。主角鄧雅婷真係想唔到會用阿婆嘅角色來張揚後，因為喺拍戲之前好多方面推拿一條技術來呈現角色嘅豐富性。因為自己係喺單身，而做戲前有安尼經驗嘅人，三萬幾號愛演出一個新冠調度有太愛嘅阿婆。我媽媽她是一個大家族出來的，所以她對很多事情，她會有她既定的主觀的說你是這樣對和不對。要給阿婆一定也是這樣的，對不？我有既定覺得說，新人呢按呢係做唔得，哈，像這一點我媽媽有一些表情我有學到。等下啊，老醬茶賣到全世界，安樣個家橋又來台麼？客家電視條一擺用火六強比做嘅迷你劇集《日光天堂》，講嘅係新竹北埔茶行嘅故事，今次嘅普遍手法得到電視金鐘獎、電工獎嘅入圍。韓國女主角朱子瑩條一擺做客家戲，唔但將十萬間唔係母語嘅客話，不用感情來演出，未精彩做出戲地背做一個盧卡太妹嘅愛為家庭犧牲，還有獨到嘅衝突。我在家裡面我是老二，但是我媽媽，然後我還有姐姐可以效仿，所以我就看着他們是怎麼樣在家庭裡面，我媽媽是怎麼對家庭付出，怎麼樣去照顧父母親跟自己的弟弟妹妹。那我就大概知道說，哦，原來大女兒的感覺是這樣子，大女兒有這麼大的重擔。用嘅唔係客人嘅女演員三萬號客話，嘅客被生活經驗，認真去學順控嘅人來表現角色嘅形象，唔但唱有非人家未有什麼嘢，用演感動人嘅表演來展現客家女性嘅魅力。客家新聞發展上陳欣怡特別報道。